今日今晚大家平安，平安，真欢喜，今仔有足侪人要对台湾转来吼，互咱会当相较接近，要喜面上帝甲咱伫咧，咱相较出境。 我渴慕你的同在，我
们有没有常常跟上帝这么说，跟我们的耶稣讲亲密的话？好像很少。来用这一首曲子，我们来告诉耶稣说：主啊，我爱你，我的主，我亲爱你，我的主，我渴慕你，愿你爱来吸引我，使我心单单爱你。哦，耶稣，我需要你，连进我，完全属你。愿你爱来摸着我，使我心全然属你。我的主，我亲爱你，我的主，我渴慕你，神的爱，愿你爱来吸引我，使我心单单爱你。哦，耶稣，我需要你，连进我，完全属你。愿你爱来摸着我，使我心全然属你。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安静，我们有没有跟耶稣说：耶稣，我需要你。耶稣，求你来炼净我，让我完全属于你。主耶稣，求你爱来摸着我，让我们的心能够全然属于你。我们闭上眼睛，花一点时间跟耶稣亲近。我知道不容易，因为我们很少安静我们的心，单独跟耶稣在一起。但是主耶稣渴望我们单独跟他在一起。我们这时候让神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求神的灵临到我们里面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渴慕你，求你来安静我，炼净我，洁净我们所有的部分，让我们全然属于耶稣。主耶稣，谢谢你。跟耶稣说：我的主，我心爱你。我们用渴慕的心来对耶稣唱，再唱一次。我的主，我心爱你。我的主，我心爱你，我的主，我渴慕你。神唱，愿你爱来吸引我，使我心单单爱你。对耶稣唱，哦，耶稣，我需要你，连进我，完全属你。愿你爱来摸着我，使我心全然属你。哦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我需要你，连进我，完全属你。愿你爱来摸着我，使我心全然属你。主啊，谢谢你来摸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在这个世上除你以外，主，我们别无其他祈求的，因为我们要单单来渴慕你。虽然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心肠渐渐的衰退，但是神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要享受你给我们的力量，享受这样的福分，一直到永远。阿门。阿门吗？阿门。哈利路亚！一起来唱除你以外。
啊，祝福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，因着你的话语得着力量，我们要重新出发，有神的同在，主，我们就靠着你，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我们什么都能做。谢谢耶稣，听我们祷告，谢谢耶稣，悦纳我们的敬拜，我们在你面前献上赞美，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。